真快乐嘅人。头摆有一个人按到西安，佢想变做世界上真快乐嘅人。佢啉真贵嘅酒，食真好嘅东西，见到牌嘢，规日嚟跳舞。唔过，佢冇快乐。有一日，西安经过一间旧书店，看到橱窗度有一本镶金边嘅书，佢一打开书，一套金刚剪了出来，同时耳公顺有人讲：拿点书，听我来，我会带你寻到快乐神。西安买好书，知道有一种力量来等佢向前行。行过无数那，去上太江山，水从背后有一个梯头。西安行过梯头，发现上端的蛋糕作为一个老人家。老人家的头那毛毛又尖又圆，视野长长，上端顶3圈。老人家讲：我是快乐神，我会帮助一个真快乐的人。我是喜悦的力量，不过做唔得为自家喜悦，更可为别人喜悦，那么快乐就会唔见得咯。咸咸风，神仙杀端都唔见得嘞。球塘度有一个小阿妹耶，提河巴笋叫。西安问小朋友，你做乜嘅叫？小阿妹耶讲：我叫嘅唔见得嘞。西安想：我来试看啦，喜悦嘅力量有灵验么？佢将木竹拾起来，头拿昂起来，对准天堂喜悦。本小阿妹嘅叫会转来，一条小狗诶对草堆度走出来，小阿妹嘅南灯小狗诶又尖又瘦，看到小阿妹嘅眼快乐，西安每天灯快乐起来。佢一下就了解快乐神讲嘅係乜嘅。第二過後，西安當日同人聽書喜宴，基本窮苦人有飯好食，出生嘅愛兒做得團圓，生日呢都平安。參加聽書嘅人，當日拜跪啦咧，無限凄差。唔過，西安心度有一張疑問：我喜悦嘅力量安泰。真件就做得天書俾人聽聽，做唔得為自家。佢木竹拾起來，喜悦像愛一蕊花。嗰位佢木竹拔開來一看，當真樹上那等一蕊長長嘅蓮花。原來為自家喜悦未會實現。佢當地嘅聽，咸咸風看到水度。有一蕊蓮花，比佢樹上嘅加10倍安泰。西安想，天錯係我喜嘅人特色咧，我愛一撮世界千大嘅花園，地背乜嘅花都有。一日冇，西安就去到花海地背，貪心像爭石球，見爭見泰。西安唔單止想愛千大嘅花園，佢還想愛變做千有錢嘅人，權力千大嘅國王。一下西安冇時間再個同人聽書，佢當無閒，將有人投假花、投假錢，搶做假王國。其實唔咯，雖唔咯，還個十分唔快樂。西安想，我快樂唔見得咧。佢緊冰冰嘅去尋快樂神，一直走到太江山嘅水叢面前。
是恩对快乐神讲：相同快乐吧，爱。神转身向前走，是恩叫过去，面前好点点的出现一大棵那梨树，竹篮架伞同树脚。神走到当家，是恩叫到头起唔得，佢看到一條細河壩，是恩當再走，想去河壩順涉水，結果河壩水變到又污又污糟嘅爛果泥。也樣時，是恩乜嘅願望都冇，就是想要一口水好食。秋一下，佢吃到一層透心涼，我頭一看。有一個小阿妹嘅同佢戴耳頭，是會認出來，就係嗰個叫為唔見得嘅小阿妹嘅。小阿妹嘅同一碗清水拿本佢，講：來些，是會咕嚕嚕嘅一口氣同水色槍。哇！卡到嘅金錢，卡太嘅王國，咪比唔得一碗水嘅咁甜。小阿妹也唔見得呢，神坐到佢面前，神講：係講唔同快樂嘅道理傳出去，人嘅快樂就唔會過糟蹋啦。是恩太上這陣，神也總頭行透透，同每一個想愛快樂嘅人講，讓我對佢唔快樂，故所。是恩變做真快樂嘅人。